爹。爹啊。阿爹，阿爹。大家都到了。今天是我12月65岁生日，把你们做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。在座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，就把这把张王钥匙交接谁。三花，三花，阿爹，你是大王，先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好的。阿爹，喏，张三一件，皮套一个，钱袋一只，黄金一块，四样东西一样不少，上天人光日手做好。阿爹，张三称看。一张二叉不做了噶许多东西，侬本事多高？阿爹，一张二叉不做4样东西，不贴布，却过人线皮也做不出来的。阿爹，只怪我为人太小气，不肯吃亏一分利。阿爹要我做当家人，要贴出千古3丈里。阿爹看我对我好，用生用死记心里。今日帮助你本事，不要蒙贼跑马屁。我的马屁！哼，东西放在这里，大家看看嘛。哼，贴不做啥事情，各种粗不有的事。你生不怕做不到，只怕想不到啦。哎呀，究竟阿爹，4样东西交齐也是不可忘记啊。噶星期做啥？还有2忘了。四花，你呢？阿爹，我阿爸做官，从小是万人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各种生活阿娘没教过我，语气也没，做也做不来。喏，原物归还，请补一块。还是个宝贝。究竟你呢？阿爹，侬尝尝看，不是还生不还生？我叫你做4样，你怎么只做1件呢？啊？阿爹，4样东西我是一样不少，都交给你啦。在哪里？阿爹，阿爹你记我清楚一场你，取经是王娘师娘算仔细，4样东西全做心，不知阿爹可满意。你来看这件长衫穿身上，适当衣衫呀当皮，见得手在举国里，当过街头好放东西，手巾就在小井里，插手看完在你，多出一块领头布，开门做啥？
究竟你怎么会猜到我心里想的是这几样东西呢？我们毛猜猜就是了。究竟这是我10年过了40年的账房钥匙，今天我把它交给你。阿爹，我不要。拿着。我不要。究竟不要。你比我10年聪明得多啊！不要，阿爹。拿着。好。再快走上。拒进了，侬当家，我要弄到侬7点8到。胡子大哥，侬早啊！究竟姑娘，你比我晚早饭多少好了？胡子大哥，这几天田里生活忙，屋里想吃个菜，侬不要去挑战，我会去领我啊。胡子，热毛拿去。谢谢秋青姑娘。秋青姑娘，侬干这个鸡蛋。大哥，快去拿锅米喂鸡。
究竟你忙，不要送了。哎，今朝生活都安排好了，再送你一顿吧。啊。喏，给侬尝尝鲜。阿爹啊，我自己留着吃吧。哎，女儿，你瞧啊，这挂口点嘞。好吃。九卿姑娘，东厂房的也是。哦。啊，张师傅，我的兄弟。我是大哥，今朝先挑年带米。我去两位去也要人。大少爷，我把你来往存着多，一不小心这就要碰头，要跌进河缸里的。那个，我又不是小人了。我说大哥，让伊去吧，学点本领总不错的，辛苦阿土教教伊呀。侬在伊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蛮放心的。我说大哥，去呀。哦好。来东。啥地方去？挑米去。张公做个我，啥人要弄他了捡不出？回来。即将答应了。回来。哎呀，你说我家着这只爱徒，我什么证件是真的了？与喊我没办法商量，弄个男人嘛，又来了上海商量不着，难道我们就该忍气吞声的过日子？不要讲这越讲越生气。阿爹，侬吃过送来再去呀？我还要回去做生意嘞。阿爹啊，那么拿这两包东西拿去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一份拿你拿去呀。哎呀，算了。阿爹啊，侬最好今朝有忙日头，我早生起在。哦，侬去忙去好嘞。气实在，让伊家一来往外面领，这块许我真是咽不落去了。老头子相信伊，有啥个办法？哎呀，气实在！大嫂，出去的机会倒有一个。哦，伊不是刚要去杀针吗？杀针？就去！大嫂，侬啥衣裳啊？是呀，不啥阿是想必是要发霉的呀。医生，侬哪是来啥衣裳的？哎，东西少，杀出来难看实在。喏，像究竟嘛，又是新娘子，又是当家媳妇，杀出来个衣裳嘛，一定是体体面面、光光彩彩的。哎，只怪我命苦啊！我家里居在屋里家的钱，家长实在不起呀言。今日些九匹袍子锦绣袄，却像绫罗八相同。张力八得十里长海，得十家少体面。哎呦，你生啊！侬家一讲，那么我只好准地动噻。我的家常寒霜，杀出来实在不好
看，正是陆军金公主，方舟挂子18件，十扎龙香见掌门，这辈子怕是穿不完，就是我发出土不散。侬说对了，大嫂二嫂这样客气，那我只好讲几句的。举金身上苦当边，只有家境受贫寒。父母见我一双手，是梦是不吐不散，清清白白做不群，也不难以成不爽。真真切切情不傲，水花独对实心。你们与张耀从此美兰里，而不为他当一个真是言。常言道，情为要见识，见识是八门。大嫂二嫂同无比，数一数满足你们，两极东山小妈妈传递，妈妈山。哈哈哈哈3块4块，30毛，我真正要气死在了。不要气嘛，有气嘛出气，30毛，侬讲哪个仔细法？办法嘛是人想出来的呀，只要伊当家管事，譬如总会有的。那两个人啊，不要气，只要记，耐着性子等时机，有空子侬就做，有错头侬就办。哼，就是和尚头上还好用鞭子把伊撞上去的。眼下亲王不见，今天年代米买了好价钱。我是大哥，一份也不少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大哥你，哦，还在船上呢。哦，接近姑娘，说来也奇怪，自从你过门以后啊，大少爷也懂事多了。今朝阿土叫伊要传，伊一要就会呀。哦，快把大哥叫回来，吃晚饭再。啊。那眼都进了我缸里来，眼都进了我缸里来，快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！哎呀！哦，我的大哥，侬先下伊到房里去换件衣裳，我去烧碗姜汤。啊。不要动来，不要动来。快点，大哥，喝我姜汤去消。
少奶奶，我来吧。哦。啊，也是。咦，阿爹啊，哎，请坐。好，挑米的钱都赊账了。赊账了，阿爹，侬看。啊。再过几天，叫胡子把我的肉子卖掉，取税之后，老屋翻新，就好动工啦。钱够了吗？啊？我算了一下，翻老屋造新屋足够啦。哦，我算是不够呀。阿爹，我叫胡子自家主要烧砖，可以省进一大笔钱呢。哦，莫才没上山里，整片段买下来，又可以省进一大笔钱。哦，这莫才你是内行。我是苦洞店的阿暖嘛。钱都封好了吗？都照你的吩咐封着好啦。哦，我看看。啊，阿爹，侬来看。哦，好，这是今天的钱吗？哎，打开看看。你，阿爹，你，阿爹，哦，阿爹啊，阿爹，哎，快来人啊！阿爹，你到底偷走了多少洋钿？整100块，银两。嘿，100块。要西夸在，电鱼什么好买嘞？阿爹，我们向你禀告嘛，你嫌我们多嘴。现在倒好，篮子里的小偷小摸变成正把洋钱往外拿，这样下去，我们自家不是一年就要到早灾。大嫂，你有话就明说，不要只是和尚骂着套。大奶奶，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啥？我冤枉好人？干嘛弄啥人头的？讲出来！请爹王查嘛。查？上房玉门据说，鬼都跑不进去的地方还要查？也是不了杀人手里嘛，就是杀人偷的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你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你把洋钿藏起来，叫我们到啥地方去拿证据啊？哼，今天偷洋钿，明天好偷侬。究竟姑娘，诚实点，爹王会查清楚个。阿爹，侬那个不讲我的啦！尽管你对待究竟真心肠，好心不语好报偿。常言道强盗好躲避，下者最难防。长此以往，这复杂这家用事。耐心嘛，大嫂这话已不通。阿公的夜里是绍兴城里有名望，自己县中的当家人，千里挑一事无上，不要再偷走100块，结婚再走也不妨。看他俩一打一打，紧相帮。
大把戏，江水叫问好乱房，苦不长征在阿爹，侬是一家之主，总得有句话呀。这家屋里这不抓，要变成可哉？九金姑娘，你娘家亲临，我知晓，少有姐姐也应当。但不该你身为当家权在手，一下进那一把样。年纪虽小，但不小，我看你骂了东边，也难完场。我没拿过这家一分钱，我阿爹也没用过这家一分钱。哟，走了当家呢，连阿公的闲话都不听了。哼，苦洞边这几个钱，从今我少花我也差你。你们走了当家呢，让你看得眼睛都花掉，就是想钱想疯了，也不该退自己家里的钱。兔子还没瞧我边操你，啥个当家人少走心，啥个当家人这不穷鬼，这不穷鬼，这不穷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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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！踏步马前路凶险，我欲相见大人房，我恨不得死在他在两丈，心想不可开路马，今日是命长，阿公他也难做主张。我不曾在推转四小姐，引入出动验真相，一传也是万金里。阿爹，我走了，总有一天我回来还你一把呀。九九姑娘，九九姑娘，九九姑娘，你不能走呀！我说大哥，我不走，100块钱是拿不到的。啊，这，我说大哥，我走之后我要多多留意。哦，我去了。唉。我老早都能讲过了，石家台门不是俺去的地方，侬千不相信。今朝侬吃到苦头了吧？阿爹啊，
这是有人害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害侬也好，不害侬也好，反正在侬手里少了家头一笔钱，啥你老肯把水个？话你不听老人言，故人却顾谁应接？想当初不去杀家族兴务，哪会有今朝的冤枉案？这家族是作孽是肉财，落得过哑巴却亡灵，快去卖掉苦冬金，赔完杀家的魂命啊！我既没偷也没拿，为啥要赔钱啦？反正在侬手里偷掉个，哪个好不赔钱呢？叫啥高头去赔？查不到偷钱者，我死不关心。我还要强对吃了，敢不听闲话？我阿爹啊！唉。哦，唉，阿娘吃。好好好。九斤姑娘，我九斤姑娘，侬来啦，快到屋里向坐。搿倒不用，我来告诉侬，电话啥毛病在？毛病重嘛？ 2天没吃饭，电话叫我来请侬回去呀。不，我说大哥，啊，我还是不回去好。这我一回娘家，阿公有啥毛病？我猜想，搿2天一定会有啥动静。啊，我要多留心点。哎，哦，阿爹，快去呀！阿爹又没毛病，伊是不究竟去的呀。退了阳间么到回娘家。阿爹，侬们不要去，只要记3块，我就能烧碗人儿补补身体。哎呦，真孝顺啊！我是头房媳妇呀，我不关心嘛，啥人来关心？阿爹，来吃点块啊！我来试试烫烫。哎呦，西瓜子糖都没放过，眼头，老头哎，东乡嘛你是糖饼了嘞？哎呦，做啥个慌里慌张？有没有人来抢功劳了？阿爹，吃这块吃盐。阿爹。爹，侬家一病嘛，就没有人我注意了。噶多一个人家，真的一个当家人是不是啊？阿爹，只要有侬一句话，那么我就好办事情。你说，侬说是吧？是呀，阿爹，账房也是嘛，好叫去大嫂子。我还没有断气呢。
自从那张王失去风心满意乱兵从身，光我失望太过分，还究竟一起离家门，今日里三夸四夸忙不停，一方长叹必是愁，平常也分安分乱分明静，送他送呀送别心，平日里做事不见神影子，依我看眼睛里面常怨因。阎王，哦，来，夫人啊，叫你去请究竟他回来了吗？帝王，以我偷了个100块洋钿不查出来，伊就不回来呀。帝王，究竟姑娘的脾气，侬是晓得个呀。看来要叫宝宝回来一趟。哎。老辈子反应不及对，是个最好大嫂啊，老头子外面不尽快要死在，究竟老么滚在，隔壁洋钿拿出来好怕用上。好的，门到三叔不来，三对六面公平分赃啊！大嫂，我与话明讲，当家人嘛，我娘接侬做。这100块洋钿嘛，侬娘接我用。哦哟，你这个根本侬太黑心了！钱是我去拿出来的，底薪吊单一张也总归有我一份。再说嘛，我当了当家人是不会忘记侬的啊。那就200块，我答不成。万一三叔婆呢，不是异想的办法，也没有介方便呀，侬说是吧？对你的毛吓人到，哎呦！九金姑娘，我的大哥，我到底来了。昨天夜里我都看见了，那不会看错？哎呀，我亲眼看见，亲耳听到，不会错的。快告诉帝王去。不，做事做上，叫伊拉自家把人家的拿出来。哎呀，九金姑娘，这是眼人的闲话，办不到的。办法有个，来。好。究竟啥事情介慌里慌张？有要紧事体。啥个要紧事体？好事情。顽强的小孩子，
一些些么最美可怜，一些些么细皮小脸，哎呀。咋呢，阿爸？宝宝，哎，侬来做啥？我来接酒精回家。分明不讲不好回去个。哎呀，咋呢，阿爸？我心里慢慢明白噻。哎呀，这一次赔掉办苦冬天，再来一次连条老命都要赔进去的。咋呢，阿爸？莫在地，究竟是个好当家。依我看，有人设想言间，实家上有错台堂。我想上人背锅里，今日我专程回来见究竟，方丈人劝说究竟，与我上上为。究竟，究竟，你受委屈了，爹要我来接你回去。我还没有到辰光啊，哪要到什么辰光啊？就要靠你的了。靠我？哎呀，我都叫你弄糊涂了。四呆子，你回家去。先找武日大哥啊，找武日，小少爷，帝王今朝发介大个脾气，侬要看仔细一些，早点把偷情个查出来，好让帝王放心噻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爸爸又回来，这般面孔为啥了？心是重啊，侬是不晓得个，帝王叫伊回来是查清100块银洋钿个事体。大少爷，小少爷今朝先查账，明朝要返乡倒回，算查房间在。好。我把老三去睡着。哎呀，我去睡着。多少呀？这都是不好哇啦哇啦的呀。爹，阿爹，阿爹，
姐，阿爹，你到底回来了？阿爹，我应该回来的呀。侬身体好点了吗？你回来，我毛病就好了。爹，阿爹啊，100块银洋钱好还拨侬噻。哦，哎，哎呀，伊仔细跑出去，怎么为脸面才行了？苦洞店里到底苦个呀！大嫂、二嫂，我是来还100块银洋钿的。好啊，阿爹果然是有头的，快叫出来当家人。银洋钿就藏在自家的院子里。你家这头有空不着家，原来耍花枪，你可骗不了我，快滚！究竟做事要有章证，有章也有证。你怎么知道在有院？哦，爹，宝宝，阿爹啊，昨夜来我一觉困到3更天，梦见了土地公公来到土洞边，究竟将我唤清风喜怒发来做根，要我教出当家权，故意设计要把我推走这样一方土地公公心良软，看我家穷太可怜，到来报消息，叫居进官发去为一把钱，公上来不相信，开花园中，去出花台上放风。阿爹，侬不可替张灯笼鬼，啥个祖宗啊菩萨都是少我。究竟怕那猪队到后院去挖阿爹啊，我还不好去我的啦。啊？阿爹啊，土地公公挖在前，究竟可能挖明天，一定要大嫂儿嫂亲自去。才能够一人共上，世俗回望。阿爹，究竟自己走了这，想往我们头上再撞。阿爹，今朝日节不好，是启动土干。子在，武生啊，在，拿猪队到后院子去。你们两个接我去挖，去。好似今天当天里，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呀！难道他是千里眼？看来我今天要锻炼皮。你自己想做到干
你们两个叫我过来！哇！哎，阿爹，跟你没也不亏。喏，你爸爸，我来帮忙啊！哎呀，你都伤心不单止。大少爷，我来玩啊！嗯。这是我那个当兵嘛，喏，爹，喏，把手，嘿，你们，你们为啥要这样做？啊！爹，三叔不叫俺走的呀！阿爹，都是早上他不好呀。九金姑娘，我生意活了60多年，绍兴城里也有点小名气。今天看来你是比我强，你们听着，看在九金姑娘份上，今天就饶了你们。三婶，侬不讲，侬不去走。大嫂二嫂，牙齿跟舌头也有当家的时候。常言道，兄弟一条心，黄土变人精，真心换真心，绝离姐妹情。九金姑娘。